出冷。微波炉可以做出一道什么菜？菜名叫做黄金欧姆蛋，一道汤匙的美乃滋。对，那我建议用日式的美乃滋会好一点，比较没有那么甜。然后这个是海胆，我的妈呀，太鲜了，就多放太鲜了，你这个太鲜了，海胆的鲜甜，马铃薯的香气。你不喜欢吃海胆吗？不敢吃哦。对啊，我也可以加鹅啊。不敢吃。欢迎准时收看《型男大主厨》，看谁最幸福。恭喜恭喜！哎呀，过年的时候，你看看万人空巷，大家都在街上逛来逛去啊，对啊，好不好？陈哥，到郊外去打拼啊！你过年在干嘛？我过年在工作啊。好可怜哦。没有办法，因为家里面多了一口子啦，对不对？妹妹也到了，对不对？好了，现在家里面人员成员全部到齐之后呢，就是我开始要用力努力，在09年好好赚钱，让年事大发的时候到了。所以赶快欢迎2位主角喽！好累，你在累什么？一大早。这因为这2位啊，是我非常尊敬的2位，好不好？他们呢，在我们的超偶呢，可以说扮演的非常的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终于出一批了。让我们欢迎黄文兴、江明娟，欢迎2位。欢迎欢迎 ，Hello， 江明娟，一定是女生在我这边的嘛？你怎么了？谢谢。这是我的。你长得好像黄文兴啊！哎呦，这是文心的。你今天是来站台的？对，多好的一个孩子，帮我加油打气，是不是？我们知道这个颜色有分的冷色系跟暖色系，对。他这次用了非常巧妙的暖色系用在这个人的身上，色是羞涩的色，表示这个人他其实给人家有那种娇羞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很中性，有没有？如果我是一个性向不是很明确的，我是会爱上他的。真的假的？他有这种特质啊，对不对？江明娟也有这个特质，他们俩都有这个特质，两个都有，你知道吗？所以是好朋友。干脆在一起。知道吗？哇，这样江明娟，你利用我们节目来表态就对了。你觉得我们节目像是分手擂台还是什么呢？相亲舞台啊？而且很大方。很明显的，江明娟对他是有好感的，好不好？是这位暖色系，他看起来羞涩，但笑起来让人家觉得暖暖的灿烂，好不好？这个部分用你的歌声来表现一下。好，歌名叫做《都碎》。哦，都碎。第二首歌欧还有都碎，就是其实意思很简单。欧都拜金碎。对，真的啊，金碎金趴的意思啊。欧都那为什么不叫欧都趴？欧都趴就我赞成你的意见。欧都趴，我比欧都碎还厉害。欧都趴，唱听一下。好，我要唱来听的意思了，好不好？省时间，大家来省时间。来一笔，其实我的欧都碎，冬天不会冷叽叽，因为你我2颗心暖暖的靠近。骑着我的欧都碎，陪你到处洗给你，只要我们在一起，千金不换我们的感情。谢谢。江明娟觉得他唱的怎么样？还不错啊，第2名呢。你这个有点酸的感觉。有点酸。那你第几名？第4啊。第4啊。哎，那你唱一下啊。骑着我。可以。难怪他第4名了，对不对？好快啊！各位看一下，欢迎一下主厨了。首先欢迎我们的纵贯线一级料理达人，让各位09年畅行无阻的技师。2位特别来宾、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一位在创意料理界让您无限自由翱翔的这位创意料理达人詹姆斯。特别来宾主持人技师，观众大家好。忙问进行，微波炉出好菜，豆走。今天微波炉出好菜，其实微波炉这3个字已经跟詹姆斯整个头是挂在一起的了，我是 image 啊。那微波炉出好菜，要做笔记的朋友赶快拿出来，像我们今天2位模范生一样，江明娟、黄文兴已经准备好了。微波炉可以做出一道什么菜？菜名叫做黄金欧姆蛋，感人了。欧姆蛋怎么做？请。微波炉做欧姆蛋，对，它不是又要煎、又要翻、又要卷的吗？对，可是我们用微波炉的方法其实也蛮好用的，而且比较不会太复杂，不复杂。对，这是什么？马铃薯。
我们把它拨开哈，拨匀了。对，这个是蒜泥。蒜泥，蒜泥这一小点这个，它因为其实我今天为什么叫黄金欧姆蛋？你可以看哈，像马铃薯呢，我们算这个也是算 K 金啊，我叫 K 金。然后这个大蒜呢，其实也超过有18K 左右，有18K，有18K。这个海胆超24K，海胆，我有24K 啊。对，那这个鸡蛋也是24K，所以你看看几乎都是黄金色，是过年前取其吉利。对，非常好。橄榄油进来，那我们稍微把它拌匀。就这样，对，因为这个步骤是要让马铃薯软化，然后吸这个大蒜泥的香味。可那个蒜泥不容易拌匀呢？可以啊，这样就匀了。这个呢，先放进去4分钟。4分钟。对，这样它马铃薯才会软化。要放筷子哦。让它的那个什么，它那个整个微波的撞击的还平均，对，微波的热分子撞击呢会比较均衡一点。对，如果整个贴底的话，那整个下面受热会不均匀啊。这小地方吧？对啊，是不是？哇塞！要叫你一对微波炉吧？有。这是600瓦的。就是一般家庭600瓦，一般家庭有时候家里面可能会有800瓦、1000瓦，不一定。对，所以要先了解一下，它的瓦数会影响到时间。像今天这个头发算是相当狂野的。我刚骑摩托车来的。可惜你没有戴安全帽，对不对？对。现在呢，它会从旁边先蓬起来，那你这时候要用刮刀来。那会很快吗？会。今天这个头发算是相当狂野的。我刚骑摩托车来的。可惜你没有戴安全帽，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放4个蛋进来，然后我们再放1大汤匙的4个蛋，对，美乃滋，1大汤匙的美乃滋，对，那我建议用日式的美乃滋会好一点，比较没有那么甜。然后鲜奶油1大匙，鲜奶油1大匙，然后这个是海胆，我的妈呀，太鲜了，就多放太鲜了，你这个太鲜了。然后用打蛋器把它打匀了，对，把它打匀。好，这个我们先准备一下。詹姆斯，如果我想要放火腿或玉米，我也是现在要把它打进蛋。你放火腿或玉米的话，我会建议你这个时候先放进去。跟那个马铃薯为什么先加热？先加热，因为其实像马铃薯啦，或者是火腿，有时候火腿你就用生火腿，对啊，其实我会建议先加热，它香味才会出来。玉米也是，所以待会你在吃这个欧姆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那个海胆味道很甜，然后马铃薯的那个香气也在，跟大蒜的香气在。海胆的鲜甜，对，海胆的鲜甜，马铃薯的香气。你不喜欢吃海胆吗？不敢吃哦。对，我也可以加鹅啊。你不敢吃？你不敢吃海胆，敢吃鹅啊？鹅啊的味道还比海胆重哎。会吗？不会。当然，我觉得那因为你没吃到新鲜的海胆。他以前也不敢吃海胆。哦，对，我以前也不敢吃海胆。好不好？今天2位好，为了你的新专辑，好不好？拼命吃。一次以后我都碎啊。我都碎，其实还蛮顺口的。我们现在先把4分钟之后，他刚才有做一个小动作，就是把它开口。它让里面的蒸汽出来，否则它会闷在里面，就会有蒸的效果。把它放进来。哇，欧姆蛋哎，对，欧姆蛋。可是它怎么成型啊？不要担心嘛。好，我们把它这个马铃薯丝的部分先把它剥开。对，它就封起来了，会不会漏洞？还是要漏。如果不开缝的话会怎么样？它的湿气太重的话，那个蛋呢煮出来之后它会不蓬，又不蓬。对。那现在多久？2分钟。2分钟。啊，太好了！请黄云熙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准备，好不好？好，可以上一下吗？可以，你可以上。你是在问微波炉？可以上50秒。50秒吗？对，48秒。对，起。1000句的我爱你。懂。能不能换1千颗钻石？10000句的我想你。有没有这1万美丽的25秒的眼睛，亮过天上的满天星，品酒面过的甜蜜，可不可以亲亲你手心？谢谢你平凡的爱情，baby， 把面包开始我的人生一步一步，快变成地球首富。因为你的爱是我保证的收入。OK， 好，是，刚好结束，好啊，对，可以哈。
那现在呢，它会从旁边先蓬起来，那你这时候用刮刀，先把它裁开。所以它还没完全熟。好不容易有成型，你为什么要弄掉了？没有，这是第二次要让它再成型。可是就烂啦。不会，它待会出来不会烂。那这样会很快吗？会。那当还会1块吗？他说会啊，你这样回答，那还会1块吗？会。感觉超直接的。我已经在上这个感觉，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都想你在夜市里面会有人在卖东西，有没有？啊，这样后了，你下面就接什么？好小。就是说这样就可以成型哦，不会这种不相信，对不对？你淋什么？盐胡椒，盐跟胡椒，对。在表面上先把它整个裁切以后，要拉吗？稍微拌一下，少拌一下，然后进去1分钟就可以。目前没有 omelette 的形状啊，它就是整个蓬蓬吃起来就是 omelette 的感觉啊。要不是上节目，我平常在做菜，有人讲我其实都很不高兴，很不高兴。我是学他他这样又不是我，你也常这样子哦。真的有蓬嘞，还蛮漂亮的。当然漂亮。其实这样看就还不错。某种程度来说，它就是一个感觉上就是个蛋糕的感觉。你这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番茄酱跟美乃滋啊，就这样蛋。你的去死是直接撒上去啊？你要再它有热度，待会拍完之后我们来这边吃的时候它就会融掉。来，完成啦！来，让你们觉得欧都碎的一道菜，来上菜。来。他没有骗人，他真的有点融化了。现在目前就吃呢，真的融化，这时候吃刚好是不是？这时候刚好。哦，刚好吗？刚好。所以速度快点，我们赶紧猜，赶紧吃。来，母鸡正常1天可以产下1颗蛋，但四川有只老母鸡却花了4天才生出1颗蛋，是因为生的是颗特大的巨蛋 ，B 生的是一颗4角形的蛋。准备，1、2、3，就开。哎呦，都是 A。你举得蛮有信心的，对不对？因为我有看新闻。真的假的？因为我没事在家看电视啊。没事在家看电视，所以新闻好像有播过，印象中。真的，印象中，他好像那颗巨大蛋也要去申请什么金氏世界纪录吧？哦，真的好像有这件事被你这么一讲，好像是哦。我不知道，我看到了啦。搞不好好有可行度吗？不知道所以说不，当然我输，对，当然我赢了，好开心哦！我肚子超饿的，我选 A。你也没什么好质疑的，因为他就是讲话很实在，就是明娟讲话，但是鸡好蛮恭维，听起来很实在，就觉得应该是他都。答案是。二厨江明娟的一举一动都让詹姆士超敏感。你今天旁边跟了一个很容易质疑你的，你要小心。听起来很实在，就觉得应该是他都。答案是，对，答案是 A，真的是个特大的巨蛋。多大？而四川一名农民呢，所养的老母鸡呢，肚子胀得不得了，老是咕咕叫。农民疑惑呢，觉得母鸡似乎是要下蛋，不过肚子实在是大的有点不像话。4天之后，好不容易生下了1颗巨蛋，这颗巨蛋足足有一般鸡蛋的4倍大，重达210公克。210公克，大概就像铅球这么大。哇塞！哇塞！我觉得这个不像蛋，江明娟，很软，可是不像蛋，好吃。很像，它真的不像蛋，很像面包的。像蛋什么意思啊？来，没有蛋的那种。对。什么叫做不像蛋？把这个，因为他们连续2个都说不像蛋，因为很绵啊，绵啊，对啊。跟你刚刚看到外观很像，它真的很像蛋糕，而且里面是有水的蛋糕，有水的蛋糕，很像海绵蛋糕，暖暖的。对啊。
马铃薯在里面扮演的角色的，马铃薯吃得到嘛，对不对？吃得到啊。根本刷还是讲不会，因为它很细。口感，你先敢不敢？我一直在吃那个海胆的味道，但是找不到的，我吃不太出来。那已经结合在一起，请你改观。请你不要误会海胆这样的好东西，懂我意思吗？对啊，海胆它是无辜的 ，OK。下次多发了，我来这边。好了，各位不计钱的话，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对。这也是个功德一件啊！我们改变大家对食材、对于以料理的一个态度，对不对？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啊，好不好？5星级料理秀马上开始。今日5星级料理秀的严选食材羊菇，可降低胆固醇，净化体内杂质，还能帮助身体吸收钙质，因此食欲不振、经常应酬或高血压的人呐，不妨多吃羊菇。究竟主厨会如何料理它嘞？5星级料理秀咱们马上开始。它的好吃的羊菇，它要具备什么条件？它一定要是彰化县竹塘乡所种出来的，有名了，因为是全台最大的产量。大概占多大1/3，全台湾。全台湾的羊菇产量有1/3都从彰化县竹塘乡种出来的。我们在这边行安大主厨非常感谢彰化县竹塘乡，就这位农友乡农会啦，他们特别提供我们这么好的羊菇来做菜。感恩哦，感恩他。来，羊菇是个好东西，今天特别用竹塘乡农会的羊菇来做菜。来，又请了吗？王文兴跟阿基师一组啊，好好加油。好，来，我们今天用羊菇带来什么样的菜名？我把羊菇拿来浓缩做成羊菇酱，做煎鲑鱼排。那现在我有一个动作要做，来，请我的二厨这个乳油先搁进来。好的。对，先炒哈，先炒，炒完了以后，洋葱呢跟着油里面炒没关系。但是我有点不懂了，为什么说奶油叫乳马林啊？乳马林是一种植物油，它有加香料，然后把空气打进来的。那么它一样在常温之下一样会凝固，所以你会发觉乳马林的油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对，对吧？一般的乳油就没有这个香味了。好，了解了。好，那就把洋葱炒软了以后，蒜末跟姜末一起进来。对，你真的还蛮有样子的。很有，你当过学徒吗？你学过菜吗？有。真的吗？做过厨房。你做过厨房？对，我还做过卧室的，你做过厨房？你做过厨房？厨房助理。是。看起来我做过厨房。姜末、蒜末进来，那再来炒羊菇。羊菇现在就炒。你的鲑鱼已经处理了。那我现在呢，把皮拿掉。对，皮拿掉啊，都在这儿。只有皮吗？对。还有中间那个骨啊。对，还有中间的一些骨的部分啊。那么待会羊菇炒软，这个一并下去，再去炒一下。还有调味。那么用个汤稍微小滚个2-3分钟，微滚一下，取出来打汁。OK。那么再过滤，把它当成 sauce。那我们可以带回来。行，好不好？带回来。好，谢谢。那詹姆士他们用羊菇做什么菜？怎么请？詹姆士，今天带来什么样的羊菇料理？做一个马铃薯蘑菇鸡。我也是会做羊菇酱。你也做羊菇酱？对，待会会方法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我会做比较西式的羊菇酱。当然要不一样啊，对，干嘛学阿基师？火要大。然后我们先把鸡放进来，不要加油鸡皮朝下。对。先多做一点他吃得饱嘴一点。他好喜欢讲饱嘴8成。每次饱嘴。然后把它关小火。好。移到旁边，移到这边，因为这边这要多久啊？这个慢慢去煎到它的外皮是脆为止。而且我们皮弄到焦黄，对，金黄酥脆的时候，对。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盖上盖子，这样子的话上下一起加热会比较快一点。你今天旁边跟了一个很容易质疑你的人，你要小心。哪有？那我刚刚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不太理我，我才想起来。来，你觉得你把这个捏碎，然后放到锅子里面去。捏碎。对。你觉得你可以尽量的质疑他，我想看他的极限在哪，看他到底什么时候会。你看，像这样鸡油就已经出来了，有没有？很快。真的有对，他没有骗人，真的，我不会骗人的，明娟。你这个什么意思？你开始疑神疑鬼了。对啊，他好硬哦。好硬啊！小明轩，你不是无坚不摧吗？
你为什么要特别把几块也放在里面焖呢？这个待会呢会吸那个机油，要吸这个机油，待会它会跟羊菇下去炒，这是旁边的一个 garnish 一个配料。你是对的，很硬。他没有，对啊，你为什么要怀疑他？我没有怀疑他，他也质疑你，这样就扯平喽，好不好？好，扯平，好不好？好，我们先加一点点的牛奶进来。牛奶。好，那明娟我们来拌它哈，用这支，好。没任何调味嘛，对不对？目前都没有。他慢慢加的意思是，慢慢加的意思是我们要把它拌到它整个那个马铃薯泥变得很绵密。那你拌的时候你不用那么小心，你就把它全部和开，把它剁碎。那你的那个什么蘑菇酱是什么？先把这个洋葱呢炒到它挺度出来。蘑菇这个部分会多炒一点，会让颜色稍微变深一点。OK， 好，然后呢，我会放鸡汤跟鲜奶油下去，稍微煨一下，然后把它打成这样子。可是我最后提味的味道呢，我是用盐火腿。OK，也是用盐火腿是不一样。盐火腿好。需要再加什么吗？除了最后会放盐巴下去，稍微调一下味道。放盐巴去调味。哎，这样就很好吃哎。这样就很好吃的。那我们可以去看另外一边的吗？可以啊，好香。走啊，其实黄文兴走。那现在好了以后，我请文心来协助我把它打成浆，就这样就可以了。好，那就搁下去打。那整个鲑鱼肉这边鱼排了，先往它还有刺儿，还有。它的变数有没有看到？好，这样就可以了，先过滤。那待会儿我会取这个姜哈，也给几位沾着吐司面包做试吃。那我这边打一颗全蛋，搁一点玉米粉进来，把它调一个蛋糊。啊，那这里头呢，先不要急着下调味料啊。你看看这么厚的一个鲑鱼排，你不要刻意把它切薄片，它很容易熟。可是它很过熟，肉是柴的，是柴的。不用了，我们厚一点啊，厚一点，透过一点点薄薄的玉米淀粉包裹它的外表，来给各位试吃。我们来做试吃动作，好不好？好。来，我现在就先出个题。羊菇接触到空气以后很容易褐变，就是变黄。那么请问在料理前用哪一个方法就能够维持羊菇的色泽 ？A. 搁到冰箱里头冷冻20分钟 ；B. 用冰盐水浸泡。请问 A 或 B？ 准备举牌，1、2、3，举牌。您补充说明。我觉得羊菇如果再泡水的话，应该会烂掉，那种会烂掉，会整个会变色。盐水呢？我觉得就是冰水是盐水，就是盐水，我觉得进水。那如果是不要放水的话，然后放入那个冰箱冷冻的话，应该是这个答案。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我有答案了，不要泡水这样。你有答案吗？没有。我有答案。剪刀石头布，哎呀！有答案没有用，没有猜对。输2把。菇类都是很容易吸水的所以如果它把盐水吸进去，这样好吗？你干喝。所以是冰盐水啊，热盐水它当然会容易溶进去啊，所以要用冰盐水啊。好，所以我选 A。我也想选 A。3位选 A， 答案是当然是 A 啊。答案是 B。为什么？3合1了。是。好，是那个酱的。冰的盐水浸泡羊菇，除了可以保持羊菇本身的口感之外，增加盐分也可以使羊菇比较不容易变黄，因此就能够维持羊菇的色泽。它不会吸水过多吗？不会。好过分哦！好欠揍的脸，好不舒服。来，詹姆士的试吃品为何只有程程没得吃？而阿基师的巧手令众人惊讶。阿基师啊，好过分哦！
好欠揍的人。对啊，好不舒服。容许我了解多一点，但是你说什么？好欠揍。等一下让我们知道再看你欠揍给他看。好鲜哦，你这个很鲜，真的是很鲜。你的这个奶香味，你的这个好好吃哦。然后那个就像那个鲑鱼的海味，好过瘾哦。你仿佛真的能够吃到丰富的 DHA 哦，迷你赏。哦，这个汤汁好好吃，好好吃，可以了。阿技师，接下来呢？好，那现在锅里头的1茶匙的油就好，少少的。收盘子。好，那么薄薄的玉米蛋糊了，不要太厚哈，因为不要把整个鱼肉厚厚的一层粉糊去把它味道消弭掉，不要薄薄的就好。很淡呢，很淡就好。我们还是希望要能够煎出它的鱼香，火不用太大，小火煎。对，慢慢煎，然后翻2面，里面保持6、7分就很棒了。有一点生又不太生，让你入口吃的感觉好像在享受生的条件，但它又不是生的。好，你看慢慢的鱼香味就出来了。好，没答对可以闻一下。谢谢阿技师。有道理。那我们到对面去了。好的，谢谢。啊，詹姆斯，好香啊！这个就是在炒的蘑菇的酱汁。哦，我刚刚放了洋葱，然后先用洋葱跟奶油跟橄榄油先炒过。炒了它甜度出来之后，再把洋菇放进去。那我放的这个奶油的比例大概是你现在看到这个比例的1半。哦，这么多奶油。所以你看它现在里面吸的都干干净净的，都到蘑菇里面去。蘑菇很吸奶油哎。对。蘑菇很会吸啊。对，那我们现在把鸡汤放进来。鸡汤。他做酱汁了。对，他做酱汁。鲜奶油。不用多，因为本身蘑菇它里面的味道已经很重。然后这个刚刚在里面我还放了一小片的盐盐火腿进去。那你这个酱汁跟阿基师不一样啊。我阿基师是鱼吧？你这是说实在，充其量猪啊，有加点猪的加点盐神火腿的香味。有鸡啊，刚刚有鸡汤啊。鸡汤啦。这个步骤要稍微小心一点。好，我们来试吃。好，这是什么？试吃好不好？刚刚弄的马铃薯泥，这是。对嘛，一定要加这个啊！哎呦，你这个可恶的小东西，你要加这个，这跟我们你那边刚打的那个不一样。来选购羊菇时呢，发现摊位上的羊菇的这个菌褶呢有湿润感，哦，就是代表超新鲜，早晨现滴的露水还没有干，你不要买，可能被泡过漂白剂。1、2、3起来，喂。都一样。为什么？有露水可以待这么久吗？哎呦，对，那好了，2个都换了，你一句话2个人都换了。你为什么改变？超新鲜。如果他要假装的话，我喷水就好了。假装？他假装他如果假装是我早上的露水，我喷那个喷一下就好了，就好了，就像喷水果摊。哦，有些水果摊感觉湿润的，就每一天都是刚摘的。哦，跟我们来，假如说不，哎呦，我要上家连3拉3、7台，哇，好贵哦。2个都选 B 哦，我也选 B， 因为市面上真的很多有就是过度漂白的那种羊菇，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B 吧。好，就这样子，我一定要吃到。好，正确答案是 B， 不要买。耶，恭喜！早知道就不要讲了，让这2个。不好意思啊，心地太善良了，你知道吗？来，新鲜的羊菇是白色的，但摆上一阵子会逐渐泛黄。为了保持美观，市面上有些羊菇会浸泡这个增白剂，因此建议选购时注意这个菌褶的部分是不是有泡水的痕迹，极有可能呢这个菌伞内吸进去不干净的水。最好选用有一点点带土的羊菇。哇，张明娟，我相信这是马铃薯刷刷的好舒服哦。詹姆斯怎么这么好吃啊？这个酱真的很好吃哎！对啊，酱真的太棒了。让二厨收走啊！来，来二厨收盘子。好，
好吃哦。你看我们吃的有多干净啊！好，你可以回去忙了，谢谢。来，詹姆斯，你现在又在炒什么呢？我现在把羊菇放进来，跟奶油还有刚刚我们用鸡油嘞稍微炸过的马铃薯放在一起炒。那这是待会的摆盘的。待会 OK， 摆盘会是一个小盘子，下面最底是马铃薯泥，然后把鸡肉放上去，然后再把这些放上去，然后再淋酱上去，最后再撒上点烟火腿。也是可以吃到香度非常够的烟火腿，也可以吃到很新鲜的烟火腿。那我们现在差不多它的这个菇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有一部分有一些是焦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大蒜进来。大蒜。我先把它整个味道先炒了，先把奶油对味道吸进去，我先把它炒软了，然后再让大蒜跟 parsley 进来，对，然后就开始。这个是你等下配菜对不对？到对面看。好，阿基师这里请来走。这里面已经有7分熟。那起锅之前呢，下一点点的黑胡椒香味，因为本身鲑鱼的油呢有一点点轻微会腻，那一点点黑胡椒下来的话，让它吸收。阿基师你好会煎鱼哦，真的好漂亮哦。还好，好，那现在，所以，那么下面的那一层黑胡椒透过这个油的味道，它会整个烙印在下面底层。阿基师啊，你有点借尸还魂喽。为什么？刚才不是2段是分开来的吗？你要把它剥开，它就剥开了。厉害哎，我觉得这样好漂亮哎。对呀，又恢复到原来的一片了。所以我才说阿基师很会煎啊，他利用那个玉米粉的关系，然后把它们又粘在一起，整个粘在一起，对不对？又变成完整的一只了。是，那中间是没有骨头、没有骨刺的。对啊。好，那这个上来以后，就这样一片的鲑鱼排。那么紧接着锅底这边有一些渗出来的鲑鱼油，我们再3加利用刚刚打好的汤汁，还要加热啊？加热一下比较好吃，里外一致。刚这样就已经很好了，但是冷的啊。冷的啊。那这边的话呢，我会再用一点点的咸度调味鱼露。哎呦，不要太咸啊。鱼露，那这刚只有我知道嘛，对不对？那这边呢还有豆仁，还有红喜菇再进来。好，太好了，这样子就完成了啊！太好了。那这样子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整个的倒上去，就这样子倒上来。现在一倒的时候，整个鱼露的香味都很香。那么最末端呢，来再一点点的鲑鱼卵，再来提味一下。搭得好 ，Oh my god！ 是龟子冻。谢谢。哇，好棒哦，好棒哦！这个温度要保持哎，这大家这样吃才过瘾哎。对。让我去吹的詹姆斯快点。好。来，詹姆斯站起来。哎，詹姆斯好啊，这边好了。詹姆斯，阿基师好了。你还有试吃啊？还是不要试啊？我觉得不要试的啦。真的吗？真的，趁那边要趁热吃，我觉得太好了。不要试哦，不要试。哇。那就给你吃。好啊，他不是我赶快吃，赶快赶时间。哇，这太棒了，这个太棒了。阿基那边要趁热吃啊。好，谢谢。可以。只有你说不要试吃，我们都要。我们没有说不要啊。蘑菇不仅好吃呢，现在还被开发结合水、面粉、杏鲍菇的包子制成。好，谢谢。可以。只有你说不要试吃，我们都要。我们没有说不要啊。不是说阿基师那边要赶时间。好好吃哦。这个呢，从刚到现在我都没有翻面，很好。我都没有翻面，很好。火稍微加大一点点。所以。好香哦，这马铃薯。它全部是用鸡油泡出来的。难怪。全部什么东西泡出来？鸡油，用这个鸡油炸出来。刚刚跟鸡有一种香味，很香哈。所以待会儿呢，你强调了一个吃法，就是我们的鸡跟这个薯泥，还有你上面的那个 dressing 是不是？啊 ，sauce， 那个是 sauce 吗？这叫 sauce。dressing 的话是沙拉叫 dressing。OK，dressing，OK。所以这些东西要混在一起吃。对。那鸡油怎么办？要淋上去吗？鸡油当然要淋上去了，也要淋精华哎。其实你这个煎很久哎，它都没有老哎。因为它刚才加盖子有一个作用是它有蒸煮的效果，所以它水分没有蒸发掉，因此它要回蒸的情况下呢，它那个鸡肉里面的水分不会流失对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对，是这个意思。对。你有答题吗？这不是真的自己就试吃起来。
好嫩，你这样怎么减肥啊？小嫩鸡，对不对？我有没有说错？来，因为你这个寿司帮我加热一下，好不好？好，很快很快，家乡话都出来了，很快很快，很快的，很快很快。现场倒数10秒。今天羊菇料理，在我们的上桌以前，诚挚的感谢我们的彰化县竹塘乡农会特别提供这么好吃、上等新鲜、全国产量1/3的羊菇啊！希望今天做出来这2道菜呢，会让你们呢啧啧称奇，好不好？你们都有羊菇酱呢，做出这么好吃的鸡肉和鱼肉。时间到了。两边呢，今天主厨呢都很巧的，都用了非常浓郁的羊菇酱啊，是，然后来衬托食材的味道。阿技师，您看，我们先吃鱼，再吃鸡，你觉得怎么样？好，好不好？来，我们先吃这个羊菇酱佐鲑鱼排，请出题准备。玛雅人的家门前经常会摆放的，好像图中的10颗蘑菇雕像。请问摆设雕像是用来 A 拜托神啊赐给我儿子 ，B 祈求老天爷下一点雨吧？请问 A 或 B？ 准备举牌，1、2、3，举牌。太好，有一个人吃不到。你为什么认为是给你儿子？因为我是看这个。哦，那个形状是非常阳气雄性的形状。对。为什么？玛雅应该很缺水吧？玛雅很缺水，那马龙不缺水。就是它就是雨伞嘛，现在。树丛很多，需要很多水。树丛很多需要水，是这个意思。是丛林。来，我有答案。我再吹的话，我就被玩疯了，对不对？对。没有，还有一把。哦，对，还有一把。那我想一下。好。你要说不。哇，哎，怎么会啊？你怎么会输我啊？我都吓了一跳哎。我觉得是 A 吧，因为它长得比较像男性器官，就会以前的人都是这样啊，就是他们要什么就会把它画在墙上啊什么的。我们家墙上都刻金条了。比较有钱，对。答案是 A， 所以是 B。对，还好，我也选 A， 还好。公元500年前，玛雅人认为蘑菇具有灵力，因此在制作10颗蘑菇雕像放在家门前了。1，它可以保护主人家，就是身家财产平安。第2个还可以用来祈雨。正确答案是 B。真叫水亏啊！哦，今天没有猜赢又怎么样？请不要忘了，阿医生给的鱼肉非常的短的，筋多少的，很大块，好饱满哦。对不对？传免这么浓郁的酱汁是不成的，哇，好棒！那个将军你你不会讲话吗？吃完了。我们有比赛吗？没有，很好吃哦。好不好吃？很好吃哦。詹姆斯先总结，其实本身酱是海鲜味已经十足了，那再放上鲑鱼卵。可是我刚刚吃的那一块，其实我喜欢吃鲑鱼部分，我喜欢吃它肚子的部分。当然，所以我刚刚挑的是肚子的部分。OK，那肚子部分本身的鲑鱼的油，事实上也就已经媲美鲑鱼卵。所以你吃起来整个鱼油跟还是做的这个蘑菇酱是一结合起来，鲜度也好，蘑菇的甜度也好，就完全就已经顶到你最高的味觉的那个呈现。我觉得这道菜非常好。紧接着吃的这个道叫做马铃薯蘑菇鸡，请出题。蘑菇不仅好吃，现在还被开发结合水、面粉、杏鲍菇的包子制成墙板。请问它的特殊功能是 A， 随蘑菇生长呢，墙板变厚呢，能防火隔热。B， 利用包子间的空隙吸音呢，有隔音的效果。1、2、3，举牌。都挺B。你先说。我觉得它就像长，应该会长得交错中复杂这样吧。
然后会隔绝那个噪音。就是它长不可能好好的长，一定乱长的，一定乱长。然后我觉得会有隔音，就是会变成这样隔开的效果。这是他的看法。你也选 B 的原因是因为也是跟他差不多，也是因为这样会交错重叠，所以会形成很多的空隙，是不是？没有变成没有空气会隔音。只要说不，玩风扇，我的妈呀！哇，怎么会这样？我出文了哇！你认为的答案是？好开心哦！嘿，我要好好的想，不能错。你从头到尾都很好好想。所以还是跟他们吧，还是跟我们啊？那就不要怪我。好，我选 A，我选 A。你选 A 的原因是什么？自说自话，说出来。因为蘑菇啊，它长那个样子啊，看起来就很凉，可以隔热。你刚才说它长得像消防栓阵，好不好？乱讲，因为我觉得隔热或隔音都有啦，可是隔音可能太平常，干嘛要特别弄蘑菇？很多东西都可以隔音，泡棉就已经可以隔音啦。但蘑菇可能就是因为它有特殊的功能，特殊功能有没有看到这4个字？所以它可以隔热。一般东西是没办法隔热或是防。所以我们3个是 B， 有没有要改？没有，不要改，没有，还是举好。我们3个 B， 他一个 A， 答案是为什么不改呢？这边答案是 A。我不应该鼓励你的，我错了。哎呀，怎么可能是防腐隔热？怎么真的是？美国伦斯勒理工大学的学生开发出蘑菇的新用途哦，成功的以水跟面粉还有杏鲍菇的孢子制成可隔热、环保隔热的蘑菇墙板。蘑菇不断的生长这个板才会越来越厚，可以做防火跟隔热板。他们已把这个环保技术取名为绿色隔热，已经取得专利。一定很好吃哦，超好吃的。他说一起哦，酱汁跟下面的薯泥跟那个鸡一起啊。你先咬一口，然后把那个薯泥跟那个酱汁，还有上面他炒的那个羊菇一起煎。对，这样子。等一下，我很忙哎。你是笑只有你一个人赢的意思还是什么？没有，真的很好吃，而且他们所有东西的结合都是因为这个蘑菇酱，他们都融在一起，而且蘑菇酱吃在嘴里会有一种很鲜的感觉，很鲜。阿基师，让我们听清楚一点好不好？阿基师，其实呢，这个寿司本身鸡油的香味，还有帕玛森火腿的咸鲜，蒜泥、帕塞里一直在顶，那个味道跟鸡肉煎的滑嫩的效果，你在嘴巴里头分不出来，鸡肉还是马铃薯有什么差异？鸡肉跟马铃薯分不出来，没错，因为它鸡肉在煎的时候火候掌控的相当好，很滑嫩。一般有人会去想给白做给美，对不？然后需要靠这个很乳化效果非常好的臊子去做保护膜。其实它这个地方詹姆斯的表现完全，这个部分我相信它的功能不会在这里。所以我比较佩服的地方是给白像你高，煎熟以外，跟马铃薯嫩度2个东西合一个口的口感，再带上蒜泥、帕玛森火腿的咸鲜，有。其实嘴巴里面是很饱足的，很舒服的，尤其是帕塞里一点点绿色的效果，让你整个眼睛视觉整个打开了，会刺激你的味蕾，一直想要再吃一口，很舒服。对，真的很舒服。你们2个怎么都没吃到啊？什么时候都没吃到，他才都没吃到，谁都没吃到，可怜哦，对不对？他也没讲话，这样就起码吃的一样嘛，对不对？对呀，对不对？谁不同情你的遭遇嘞？是不是？但是没有关系的，什么东西那可以吃吗？怎么讲脏话呢？我说那可以吃吗？当然没答对怎么可以？没有可以吃可以讲啊，对不对？专辑EP讲一下。好，那就是伊万克拉的幸福，开心点。这张伊万克拉的幸福已经在1月9号发行，那希望喜欢我的朋友们可以多多支持，还有后面有一些签唱的活动，就是大家可以上金牌大风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查询，好不好？加油了，我们听好不好？感谢张明娟啊！在这个最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彰化县的竹塘香农会啦，好不好？希望呢你们继续呢生产更直优、更直精的我们的羊菇给全国的观众朋友，好不好？
再次谢谢我们的彰化县的竹稻乡农会，谢谢。谢谢两位主厨，谢谢。谢谢大家，记得准时收看好吃好玩好看的型男大主厨。祝各位天天永远都幸福，下次再见，拜拜，晚安，拜拜，谢谢，谢谢。型男大主厨特别企划，让元宵节没有猜到灯谜的您，不猜灯谜过过瘾。左一片右一片，摸得到看不见。是不是猜肾？你跟我想的一样，我刚本来猜对也是一口吃掉牛尾巴，牛年我能把尾巴都吃掉，这一整年我都牛啊！一口吃掉牛尾巴，牛的尾巴我们猜字下面是一个秃的一个尾巴，我把口放在这儿，把尾巴给吃掉，所以它是告诉的告。